选出获得筹设许可的是民间全民联合无线电视筹备处。1995年6月16日，咱国第4间无线电视台名单出来啊，总共3间申请，民间全民、丰年甲亚太，并且由11位审议委员进行票选，最后民间全民得到6票，会使抽选。民间全民也就是民视，变成台湾第4间无线电视台。目前咱国无线电视台业者总共有6间。1996年6月10日，台湾头一台高速飞翼船海天号进行号名落水仪式。在仪式中，除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专家来观礼，在研究过程中赞助原料的企业主台塑集团的董事长王永庆嘛应邀参加。当时交通部长蔡朝阳伫致辞时表示讲，台湾四面拢是海，飞翼船研究成功，员工是建立纳什环岛公路的开始，同时嘛是本土化的科技上好的示范。